珊珊，你咧生气啊？无啊，啊，因对咧化烧就煞煞气啊！是安怎你嘛支持我甲食小姐做伙啊？你遐尔啊速配，大家拢恭喜恁，支持恁，我当然嘛要甲你恭喜啊！我就是咱的关系变好啊，原来是我误会啊！你这嘛什么意思？明明是你先违背咱的约束的呢，咱讲甲袂输是我的问题共款啊！啊，我都唔知影啥到阮阿爸安尼大煮大鱼挑回批啊！我知影是阿公替你回的，我嘛知影伊是因为烦恼你才会安尼做的。啊，既然你拢知影，你想要搁伤我的气啊？因为我真看到咱的约束，早若知影阿公会安尼做，我嘛应该下配合迄个查甫人。林珊珊，自细汉大汉，我上关心的人就是你，我逐工咧想的拢是你的代志。你讲你看到咱的约束，我敢无？我心内上要紧的人就是你，你想要安尼甲我结气啊？你讲你心内想要紧的人是我，敢讲你搁看会出来？你无看哦，就要较烂嘛，要 kiss 我啦 ，kiss。啊，毋过拄则迄款情形，因拢认为你甲贾小姐才速配，因为我叫你阿姐，所以王家袂接受咱做伙，对无？早知道答案，真正是有够过分。哇，哪会呢？唉，无叫我啦。啊，你毋是讲你要抱要 kiss 啊？你毋是爱情导师，今麦是安怎？你讲啊？珊珊，珊珊啊，连珊珊，哎，妈个谁啊？对我来。哦。富贵有打电话给我，我已经知影迄贾小姐的代志啊。啊，你是安怎想的？迄个贾小姐生甲水水啊，而且看起来条件甲家世一定嘛真好。啊，即摆的事实就是，因无可能接受我甲富贵做伙，而且富贵嘛心里啊会有足侪困难的。富贵，你讲你甲富贵，爸，你哪偷听人讲话啦？你凊彩拣一个拢好，是安怎一定爱富贵？迄加你10岁，啊，我是固定的弟弟，安尼敢好？我甲阿雄已经离婚啦，因无犯法，好不好？是啦，迄就毋是有犯法无犯法的问题，是淡薄较歹接受啦。你看，是毋是真侪困难？是真侪困难无毋对，也毋过富贵啊，我甲你讲，拢会当解决。只是话还未讲完，你外头就走啊！啊，毋过，迄个贾小姐条件真正足好的。条件偌好，你拢袂输伊。毋管对方是啥物人，甲伊拼落去就对啊。富贵人无问题啦，只不过困难真济，但是我听你。阮拢徛伫你这边。阿哥，但是有一个问题啊，这件代志是毋是暂时拢袂使讲出去？啊。